銀河娛樂同日本 Okura 酒店集團喺香港簽訂合作協議 ，Okura 將會負責管理09年開業嘅銀河路氹城其中一間酒店。銀河娛樂副主席呂耀東話：同日本知名酒店合作，可以吸納更多日韓嘅旅客。由駐香港記者李錦華報導。銀河娛樂副主席呂耀東同日本 Okura 酒店集團嘅代表喺香港簽訂合作協議。而同一時間 ，Okura 嘅主席亦都喺東京舉行有關嘅記者會。Okura 酒店集團將會管理其中一間位於銀河路氹城嘅酒店。呂耀東話：近年日韓訪澳遊客大幅增長，同一間日本知名酒店合作，有助進一步開拓日韓市場。日本同埋呢個係韓國嘅人嚟到呢個中國嘅話咧，我相信嘅話，如果你係佢認識嘅品牌咧，我相信對佢嚟講係有親切感嘅。咁嚟緊呢個日本同埋呢個韓國嘅市場嘅話，對日益呢個競爭厲害嘅澳門呢個博彩業市場嘅話咧，其實咧有咗呢個咁嘅一個品牌呢度嘅話咧，我哋覺得咧佢一定能夠幫助咧我哋喺呢個澳門博彩旅遊事業嘅發展。佢亦相信，以一間亞洲人管理嘅國際公司，比起歐美嘅管理集團，可能更適合亞洲市場。銀河路氹娛樂城預計喺08年底落成，09年投入運作。澳門電視台